咱台湾正高落雨，真侪家长嘛拢会替囡仔来准备下岗。这小机会就针对20双这囡仔咧穿的下岗来做检验，发现讲有超过一半的下岗塑化剂拢超过标准。小机会也建议标准局应该爱将这囡仔咧穿的下岗列入去检验的项目内底。 市面上有真侪无共湿水的儿童雨鞋，网络顶嘛有真侪儿童雨鞋通好买。消基会对市面上甲网络顶买20双儿童的雨鞋来做检验，发现内底只有3双台湾制作的有符合标准，其他中国做的、日本做的，毋是塑化剂过量，就是标示无清楚。消基会表示，验出塑化剂过量的有11双。 其中上侪是这双中国做的，塑化剂超过615倍。我们的法规标准是3种加总是0.1%，哦，0.1%。那我们有些测到是50几%，哦，所以这个已经超出就是几百倍。消基会讲，目前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只有将儿童的号码列入去化学成分的检验内底。 建议也爱甲会接触到儿童皮肤的下岗列入去检验。卖鞋仔的业者是表示，其实即马有真侪家长拢真有健康的意识，带囡仔来买雨鞋，拢会关心雨鞋的产地含化学成分。有的家长他们会比较建议小朋友的成长的健康的，他们就会问有没有塑化剂，有没有检验合格。那我们就会通常检验合格的，他们标签上面都会有挂 logo， 就是检验合格的 logo。 对，那我们就会给家长看说，这个有检查合格，还可以给他们就是一个公信力。针对消基会检验结果，标准局讲无符合规定的部分，会依照消费者保护法辅导业者嫌期回收也是改进。也建议家长买的时阵爱看标示，选天然的材质，摸看卖、片看卖，穿的时阵嘛建议穿袜仔，摸煞就要洗手。 但消基会认为无合格真济，问题出伫儿童的雨鞋无检验、无处罚，呼吁政府爱增加处罚的条款，才会当保护儿童的健康。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